主后2026年2月15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但以理书12章第1节到第4节。上帝的使者继续对我讲：迄时，迄个保护你的同胞的天使长米迦勒要出现，然后一定会有一段灾难的时期。迄个灾难是对开国以来毋捌有的。迄时，你遐个名有记伫活命册的同胞会得到解救。真侪已经死去的人会搁活，有的得到永远的性命，有的永远受铁锹验煎。有智慧的人会发光，亲像天顶的光。遐会带真侪人归向正直的人，会亲像星辰永远发光。但你末日到以前，你着将这话保密，甲这本册封密。伫这段时间，一定有真侪人专心探讨奥秘的事，知识就若价天。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人伫对未来总是有好奇心，想要知影过来会发生甚物代志，对咱会是好也是歹。过年要到，民间宗教信仰者去到庙里拜拜，安太岁，点光明灯，神煞抽签，看家己未来的运势好也是歹。算命会准袂准，有一半是神秘的因素，也有一半是心理因素以及自身甲环境互动的结果。摩西禁止以色列人参杂算命、交鬼等等这异端劝算。若是咱做基督徒的，咱已经甲生死的主权交托上帝，所以咱毋免也无应该去算命，也是过度想要知影上帝无爱互咱知将来的代志。旧约、但以理书甲新约启示录拢属伫启示文学，有关末日甲末世相关的预言。这点主耶稣也有甲咱讲，特别伫马太福音24章有讲圣殿受毁坏、灾难甲迫害，以及人子的来临。搁伫马太福音24章15节引用但以理书的话讲，所以当恁看到上帝通过先知但以理所讲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徛伫神圣的所在，读的人就明白即句话的意思。但以理的预言伫历史的真实中也交杂着虚幻。毋若得讲过去发生的历史，也讲到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伫将来历史将末，拢属伫预言异象的进展甲实现的一部分。这是无容易理解的奥秘，毋过也是真宝贵信仰的资产。早起咱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但以理第11章到12章，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是11章的第1节到20节，讲到着南方的王甲北方的王大战。11章延续第10章的大战争的解说。但以理原本看到这个异象，忧伤3礼拜久，未食未啉，也真忧闷，因为这是关系伊进前所看见死者兽，也有狮、熊、豹，搁一只
奥德形容的怪兽中间的第4只，就是奥德形容的怪兽，是咧指将来波斯帝国灭亡了后，要兴起希腊帝国的代志。这个天使讲，波斯的第4个王，也就是亚哈随鲁王，比以前的王较富强，就攻击要兴起的希腊国。总是希腊出一个勇猛的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伊打败波斯，建立新的希腊帝国。毋过，伫伊权势真强盛的时，32岁就破病死。伊死了后，帝国分裂，成做4个大国。后来主要是代表南方的埃及的多利麦王朝，甲代表北方统治叙利亚甲近东地区的西流基王朝。时常有南征北讨的战争，因为拢会经过犹太地区，所以对圣地的影响极大极深。第二段伫十一章的20-19、45节，讲到着北方的暴君，南北大战，有时南方赢，有时北方赢，有时是两国家己有内战。后来北方出现一名暴君，就是安提阿哥4世。伊占领耶路撒冷，杀害甲欺压上帝圣民，伫圣殿菜偶像，搁伫祭坛献无清气的物，互偶像。伊自高自大，看家己比所有神明较大，而且伊所做的代志拢真顺利。第三段伫12章的1到13节，关系末日。伫上悲惨、黑暗搁苦痛的最后灾难的时期，天使长米迦勒会出现来保护上帝的圣民。虽然有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会发生，毋过也会有大救赎，甲济世人搁活的大新约会发生。记载伫活命册的人会得救，无论好人歹人拢会搁活，总是好人得永活，若是歹人受永远的铁笑验证。有智慧的人甲带真济人归往正直的人，会亲像天顶的星辰，永远发光。残害圣民的恶势力会结束，末日的结局会实现。坚持到落尾的人有福气，但你也会伫末日搁活，搁享受上帝所赐的福分。但你书第11章到12章对咱的教示，头一项咧讲到着末世有大灾难甲大迫害，总是也有救赎甲审判。但你书11章到12章所提起北方的暴君，虽然是得知但你以后即个希腊帝国西流基王国的安提阿哥4世，伊伫历史上并无偌出名，毋过因为伊大大压迫犹太人甲信上帝的信仰，所以恶名昭彰。伊统治的期间伫主前175年到164年，只有11年若定。后来最后所也将这段的经节来讲起预言，耶路撒冷要受毁灭，圣殿受拆毁，也应验伫主后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甲圣殿的历史事件。这位北方的暴君也伫启示录是咧指迄个要来的对立基督可能也当应用伫希多洛也是
共产帝国，也是其他可能反基督的大势力。早时犹太人受大迫害，现时甲未来教会甲基督徒信徒受大迫害。圣经提醒咱虽然拢真爱过着平安、喜乐、享福的日子甲生活，总是若伫末日的时期，大生会拄着的是大灾难，是苦难，是为主受苦、受迫害的日子会先来。咱也着爱有即种的心理准备。当然，和平也毋是用对敌跪拜甲投降，是用强权对敌备战甲抵抗的决心勇气。就算着受苦牺牲，也是上帝看做公平的代志。受记载伫生命册，也会得到永活的福分。因为安尼，毋管对敌偌强大、可怕佮可恶，伫上帝最后审判，也着幸福甲灭亡。第二，讲到天使、国活甲永生。耶稣的时代，犹太社会主要的宗教派别有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法利赛派也称作敬虔派，因严守摩西的律法，毋过对律法是守二意。有时阵过度照人的意思，过头的解说，甲注重靠行为称义。若是撒都该派，算作是保守派，因只有注重摩西五经做经典，其他旧约的圣经也是次要的。总是因无相信天使、国活甲永生。若是法利赛人正下拢有相信。咱来看耶稣的教示，以及新约圣经的教示，也拢有讲到天使、国活甲永生。若是这个信仰元素伫但以理书中间拢有，而且咱也有看见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关系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的历史走向也一一实现应验。所以但以理的启示性经文就成做咱真珍贵的信仰宝藏，甲是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也的确会完全实现。但以理在一章一再强调上帝所定的期限甲结局，尤其360节尾讲，毋过上帝决定要做的事，一定会实现。咱的信仰来自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若是上帝所讲的话，也必定会实现。亲像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讲，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会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第三，伫遮咧讲为主受苦，得主赐福。但以理书虽然讲到大灾难、大迫害，毋过也一再勉励上帝的子民，若徛在伫信仰坚持到结局的时，就是上帝将末的审判。迄时坚持到尾，毋但会得救，搁要得到上帝赏赐有永生的福分甲福气。信主的人也着有为主受苦的决心甲意志。咱着陪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主，就伫主过来的时，咱也要甲主同做王，入上帝国，甲主同坐桌，享受永生的福气。圣经并无应允信主的人伫这个世间无灾无病，也袂拄着患难甲困苦，
总是主耶稣有应允咱，伫约翰16章30讲，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主耶稣也伫马太福音24章第99、14节，甲咱讲，伫末世的时，迄时恁会互人掠去，受苦楚、杀害，恁会因为我的名，互万民怨恨。迄时真侪人会失去信心，互相出卖，彼此怨恨。有真侪假先知会出来迷惑真侪人。不法的代志，若加添，真侪人会疼心，会渐渐冷淡。毋过忍耐到最后的人会得到救。即个天国的福音会传到普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最后终局才会到。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当阮咧准备伫过年的中间，你也有阮伫即个主日通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这礼拜也听读上帝你的话语，也互阮已经查考完但以理书，也看见但以理伊的一生自少年到伫年老也拢伫即个巴比伦的所在，毋过上帝你也保守伫伊的一生，互伊透过伊的性命来见证上帝你的真实甲伟大，也互伊看见人类历史的走向，互阮也通对安尼来得到智慧的心，来伫即个末世的中间，通坚守信仰，也诚侪助你活命的见证，献上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